赤馬紅羊究竟邊個易當災呢？我哋可以喺以下5方面去分析：命理、面相、性格、職業、環境。1. 命理，紫微斗數裏面呢，2026年廉貞化忌，大家需要注意嘅呢就係血光災同埋政治環境呢會變得差咗嘅。2027年巨門化忌，與是非病相關，因為紫微斗數入門呢要求比較高，至少對宮位同埋星曜要熟悉，先至能夠去批斷。所以呢，我哋集中係以八字嚟分析嘅。首先，我哋要注意就係排盤工具啦。我哋可以喺坊間揾到任何合適嘅排盤工具，例如免費版嘅 APP 或者網頁版嘅八字排盤工具都係可以嘅。但係有個條件，就係只要排出嚟嘅命盤呢，嗰8個字都係有標注特別顏色嘅。例如亮子爸爸而家影片裏邊嘅呢一款 APP， 大家可以依據影片嘅指引啦，輸入自己想推測嘅出生時間，最後列出命盤。有咗工具之後呢，我哋就需要注意幾樣嘢嘅。第一樣，五行缺，我哋需要做嘅就係分辨顏色。分辨顏色之前呢，大家要先了解中國傳統嘅五行概念，即金、水、木、火、土，佢哋係順生嘅關係。五行有5種元素，所以排盤工具呢都以5種顏色去區分呢5類元素嘅。我哋要先掌握呢個要訣。2. 日元，日元就係喺八字裏邊代表自己嘅嗰一個字，呢個字嘅位置呢喺日嘅干位，即係出生日嘅天干位。喺命盤裏邊呢，通常都有特別標示嘅如圖。然後我哋就係要分析五行色。大家需要留意每一款排盤工具嘅五行顏色呢都可能存在差異。我哋要先熟習自己嘅排盤工具，再區分一下五行裏邊嘅每一種顏色大概係點樣嘅。例如大家而家可以參考影片啦，八字裏邊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係天干，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係地支。剛才咧就要求各位掌握五行缺，呢個時候將呢一個缺應用到天干地支，即係將干支配色，就會得出圖中嘅資料。請留意紅色丙丁巳午為火，啡色戊己辰戌丑未為土。大家所輸入嘅出生時間，如排盤後出現較多嘅紅色或者啡色字嘅話呢，兼且日元亦都係紅色或者啡色嘅，咁就代表火土重啦。喺2026及2027赤馬紅羊之年有凶災，要特別小心。無論男女都會喺財運或者事業或者健康有阻滯。病徵嘅信號呢，就例如有心血管、高血壓、中風、眼疾、炎症，都會比以往明顯嘅。另外又特別需要注意，朋友有可能嚟借錢、合作投資等等，令到破財。如災厄較重嘅話呢，多數都只係應一件事，否則嘅話，可能樣樣都會同時發生。另外，男性已婚嘅話呢，自己冇事，則可能父親或者太太出事，又或者朋友、同輩、同事嚟搶自己嘅女朋友或者太太。女性嘅話就只論父親。我哋需要注意一啲格局呢係會啱啱相反嘅，例如專旺格。以上嘅方法有一特殊情況，當排出嚟嘅命盤所有嘅字都係紅色、啡色組合，又或者係綠色、紅色組合，呢一個八字裏邊我哋叫做專旺格。喺赤馬紅羊之年反而大吉大利，所以我哋要特別留意啦。不過如果命盤裏邊出現紅色、啡色，但係有一個字係其他顏色嘅，例如藍色，喺呢個時候就需要有經驗嘅命理師呢，先至能夠分辨清楚係唔係可以歸入專旺格。鑒於呢，各位未必有呢個能力，我只列出2個例俾大家參考，唔再作長論啦。一般人通常都係混合嘅格局，而家講解嘅係多色混合嘅命盤。假如月干、月支、日干、日支都係屬火嘅話呢，呢一個情況多數斷為火旺身強，而換轉係土嘅話就叫做土旺身強。尤其除咗呢4個字裏邊命盤再見多1個字或者以上嘅話呢，就尤為準確。
喺呢個格局裏邊，無論其餘三個字係邊一種屬性都好，喺赤馬紅羊之年運勢都係唔如意嘅。剛才所講嘅係自己日元係火土，另外其他元素咧都係火土為重嘅。而家所講嘅就係忌火，忌火即係日元唔係火或者唔係土，喺命盤裏邊火嘅元素又相對較多，喺赤馬紅羊之年運勢亦都唔順利。我哋要知道八字嘅組合咧太廣啦，除咗以上嘅組合咧，還需要兼看會合刑沖同埋一啲特殊嘅格局，例如命盤裏邊只有木同埋火兩種元素，喺赤馬紅羊之年反而大吉大利。但係礙於大家咧未必有玄學嘅根底，呢度咧就抽起唔講啦。原因係八字嘅組合咧基本面啊多達1296萬，再考慮陰陽嘅話咧，更加係要成疑嘅，要一一講解根本係冇可能，所以量子爸爸咧只抽出部分高危嘅命盤組合嚟解說，使大家咧迅速咁樣區別判斷究竟自己係咪高危嘅人士。二、面相喺呢個年代咧，要求人哋伸隻手出嚟俾你睇掌相咧，就比較古怪啦，甚至乎可能俾人告性騷擾嘅，所以喺呢一集就唔講掌相啦，我哋注重面相。第一樣，火型人，面相相對八字咧係唔容易找出重點嘅，不過我哋可以留意一下，面型近似三角形，頭尖發豎，面色紅，多露骨，一般都可以歸入係火型人。不過要注意啦，頭先八字都有提及過，屬火咧唔一定係大凶嘅，專旺格反而大吉，所以以上觀相嘅方法只能夠說明當事人有火嘅特性。例如人較為熱情，不過比較易暴躁、易衝動，所以喺赤馬紅羊之年都要特別留意，免招打鬥、血光、是非、口角、官非。除咗以上之外咧，我哋可以從上中下三庭去區分自己會唔會易有災禍嘅。古人將我哋嘅面部區域咧分成三個部分，即上中下三分，亦名上庭、中庭、下庭。上庭管1至30歲，即眉毛上端以上嘅區域；中庭管31至到50歲，由眉毛底以至鼻尖底之上嘅區域；下庭管50至到79歲，鼻尖底以下嘅區域。大家可以以自己現有嘅歲數去觀察你而家究竟進入邊一個區域。例如45歲就行緊中庭嘅運，又如55歲就行下庭運。假如喺2026及2027你係45歲嘅話，又行緊中庭運，喺中庭嘅面部區域有明顯嘅瑕疵，例如中庭比上庭、下庭較短嘅，又例如存在墨字、傷疤、玉唔豐同埋陷削嘅，就需要特別注意啦。當然啦，如果大家係對面上流年部位係有所認識嘅話呢，就更加能夠判定喺赤馬紅羊之年究竟會唔會有災劫。譬如2026年為45歲，咁啱喺鼻受上呢一個位置有墨字嘅話呢，呢一年多數都主破財或者健康出現問題嘅。女性嘅話呢，配偶亦都可能發生唔利嘅事情。缺陷越大，咁阻力程度就會越大。氣息喺赤馬紅羊之年，大家每日起床清洗洗面之前，最好留意一下面上嘅氣息啦。如果突然顯現有黑、灰、暗、紅、青、白，嚟緊嘅一段時間，尤其2個星期之內咧，要特別小心。尤其呢啲顏色顯現喺印堂、命門同埋鼻頭位。3、性格行為。如果性格本身咧已經係衝動暴躁、性急、好鬥、好是非嘅話咧，亦都小心為上啦。喺赤馬紅羊之年咧，眾人都皆易心煩易怒，即火上加油啦。人與人之間彼此硬碰硬咧，豈能不損呢？再者，九運亦都易使人情緒突然走極端嘅，所以持刀走上街頭嘅事，或者持槍亂射之事咧，係會好常見嘅。又駕駛嘅時候咧，被胡亂切線，令到自己咧心中怒火難消啊！最終大家一鑊熟，導致釀成悲劇嘅情況都比較易發生。各位需要明白咧，九運嘅火咧係可以好急速
突發。事情咧由平靜到發生都係一剎那嘅，使人防不勝防。四、職業利好嘅行業有以下：美容、醫美、虛擬，例如虛擬貨幣。火又通眼，所以 VR 同埋智能眼鏡大熱。有火電類嘅行業，雖然火生土啊，但係土咧並非係正運，所以地產樓價咧肯定就唔及白運。不利嘅行業，金融、金屬類，例如做鋁罐、鋼鐵。水有克火，所以消防員咧特別係辛勞啲嘅。可能有人會問啦，唔利金屬，但係金價近期係咁升喎。但係只要心水清嘅話，就會明白九運係有美、高貴、名氣嘅本意。黃金亮麗、名貴，多用作飾品，所以部分抵消咗黑金嘅意味。而火又可以煉金，所以呢，縱使機械人、電動車多為金屬所製，喺大運嚟講亦都會大旺嘅。只要產品越係包羅九運嘅元素越多，就越利成功。五、地利環境。後天八卦裏邊九數離卦喺南面，咁係咪代表南方就一定會生災呢？當然唔係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歷史裏邊九運咪永遠都係南邊會發生問題。喺地理上邊做預測咧，必須配合九宮飛星嘅，從中找出該年最差嘅方位，先至較為準確。影片中列出咗2026、2027年嘅九宮飛星圖，我哋需要特別注意三個數字：5、2、7。5即係五黃，係大災星；2係二黑，係病星；7係七赤，係刑傷星。呢三粒星咧所到嘅位咧，多數都係唔利嘅。假如2026年家中南方有地盤工程，或者家中南方係大門所在啊，家裏邊咧就會有人發生破財、降職、失業、病重之事噶啦。又家宅剛巧位於咧自己國家嘅南邊嘅時候咧，就較為吃緊。喺2026年就要特別小心啦。同理，如果自己嘅公司同埋工作嘅場所都係同上邊一樣嘅話咧，結果亦都會相同。量子爸爸稍後會再出新片講解九宮飛星嘅，同時亦都會教授其原理，令到大家咧自己可以排出九宮圖，唔使每年都等師傅出片啦。因為各位嘅玄學根底不盡相同，玄學嘅基本知識咧，我會抽出嚟以獨立嘅影片去教學，所以影片內容裏邊咧就先不累贅啦，否則整段片咧就變得非常沉悶。關於減災嘅方法，亦都會逐一喺新片中推出，下集再續。拜拜。